中华在地民众甲环保团体长期反对清顶公司起焚化炉，早起因早12000外份的人数去抗议，嘛指出讲清顶办的说明会已经互环境部认定定数有问题，要求要另外搁办一届。环团是强调讲清顶公司违约，要求经济部就要随终止合约，停止推动起焚化炉。终止契约，清顶违法违规，清顶违法违规，经济部终止契约。为中华带来12000外份连署书做成一面纸墙，环团代表伫顶头用红旗写反对清顶焚化炉，重申反对到底决心。针对3月中清顶伫江滨工业区举办的说明会，无互反对的民众发言，环团强调已经互环境部认定定数有问题，不满开发单位更唔撤案。为什么还不撤案？环团指出，依照相关投资的契约，重大违规，包括工程进度严重延后10%以上，兴建期间开始了6个月，依然无法度开始兴建计划。清顶虽然宣称是民众抗议的不可抗力因素，造成无法度开说明会开工延期，但环团认为违约的责任在于清顶。以上这几点都足以让经济部立即终止本件 BOT 契约。我们希望经济部可以站出来，大声喊，不用赔他钱，立即终止。对此，经济部虽然派官员接订正书，刷定讲要发新闻稿回应。那我想针对今天我们环团任何的诉求，我们会再以新闻稿的方式做回应。谢谢大家。环团甲代表最后甲连署书拗好，交予经济部代表。中华宽明理事长张淑芬更加呼吁，经济部要予中华妈妈上好的母亲节礼物，就是马上停止清顶焚化炉的开发。记者林俊伟、彭耀洲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